中国人口增长率将至20世纪60年代初导致3000万人丧生的饥荒以来的最低水平。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统计数据，2020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人口仅增加48万人，年底达到约14亿1260万，全国出生率为 7.52%， 死亡率为 7.18%。人口增长率为 0.34%， 其中2021年全年的出生人口为1062万人，2020年全年出生人口还有1200万人。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显然要比预期更快。英国周一表示，已开始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武器，帮助其在俄罗斯对峙中抵御可能的入侵。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对议会表示，我们已经决定向乌克兰提供轻型反装甲防御系统武器。印度媒体报道，印度政府向俄罗斯购买5套 S-400防空飞弹系统，第一套最快可在4月完成部署，以因应边境地区来自中国的威胁。印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，这5套 S-400系统全部会部署在面临中国威胁的地区，有2套已经运抵组装中，其中1套预计4月就可启用，其余4套 S-400系统预计明年启用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演讲时表示，呼吁世界摒弃冷战思维。在这场全球瞩目的经济领袖聚会中，习近平暗批美国的冷战思维与热衷小圈子。习近平还说，我们今天的世界远非和平，挑起仇恨和偏见的言论比比皆是。这位因虐待维吾尔人而成为国际批评中心的中国领导人呼吁和平，引起媒体注意。目前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因中国在东突厥산、香港等地区侵犯人权而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，不会派出外交代表。哈萨克斯坦官方表示，年初在阿拉木图等地爆发的抗议示威中，死亡的人数已升至225人，其中阿拉木图死亡人数至149人。哈萨克斯坦警方表示，在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已有149人丧生，2300人被捕。中国外交部宣布重启丹东至新义州铁路口岸货运。这次疫情爆发后，北韩时隔2年来首次正式开放与中国的陆上边界。分析预期，北韩有可能会逐步开放边界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，受疫情影响，中朝铁路货运暂停了一段时间，经过双方友好协商，丹东至新义州铁路口岸货运已经重启。马丁·路德·金纪念日是美国联邦法定假日，纪念民权运动领袖马丁·路德·金牧师的生日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纽约等各城市举行各类纪念活动。他是一位美国人民牧师、社会运动者、人权主义者和非美国权运动领袖。